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初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开始来关心，对今日开始徛名买喙罨有新制度，民众买喙罨，大人2礼拜会使买9个，囡仔2礼拜会使买10个。啊，不过台北市长郭文铁是认为讲，一天一个较合理，唔是讲休假就免喘气。啊，若指挥官陈市长是因讲，现处时的问题唔是量感不够，是分配的问题，爱互大家拢袂有。 真侪单位目前拢要求出入爱挂喙罨，后面用对喙罨需求增加。指挥中心对初9开始，喙罨新名制对原本7天会当买3个，增加到14天会当买9个。不过台北市长郭文铁认为，理想状况也是1天1个。国内喙罨的总量若是有够，都应该开放一届买28个，1个月份。 按照我的理想，你知道哈，最好手口罩是1天1个来，因为也不是说假日我就不呼吸了。我如果真的照中央说，口罩已经生产量达到1500万，你知道哈，如果是真的是这样，那应该是一次就可以买4个礼拜，就逼一次28个口罩。 陈市长表示，未来2礼拜喙罨总量，大人的喙罨已经有2亿6700万个，儿童喙罨有4131万个，已经比总人口较少。 啊，毋过若是要一摆卖28个，所需的喙罨总量会是即卖6倍，佮无包括伫网络买、公布甲医疗使用。问题即卖毋是出伫总量，是安怎分配？总量当然是够，那是一个分配的问题。好，所以说要买1个月买18片哈，其实总量不变，但是做政府的就有责任把它分配的。 好，让大家都可以买得到，不要让这样的一个秩序做很大的变化了。喙罨第4轮的预告启动，民众会当伫车站按8点之前上网络登记。即摆提喙罨的地点，除了原本的4大超商，另外佮增加专联甲美联社卖当领喙罨。啊，目前也是无开放伫网络买儿童喙罨，爱去实体药局等所在买。记者综合报道。 啊，那对今日开始，民众嘛会使甲喙罨寄出去国外互亲人，上济会使寄30个，啊，毋过限制是伫2等亲以来才会使，也就是讲会使寄互你的爸母，也是囝儿，嘛会使寄互阿公阿嬷，也是直系孙，无就是你的兄弟姊妹拢会使。经济部嘛有教大家安怎寄。 自拜四早起9点，就让寄喙罨互伫海外2等亲的亲人。经济部伫早起公告流程，先订立平台网址。 进行手机认证、输入身份证号码等个人的资料，高选签署表，申请资料检核通过了，手机就会收到许可证号码，然后就让摕喙罨去邮局或者是快递公司寄。会查对寄件人跟收件人的亲属关系，哈，你到底有没有配偶或者有没有2亲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好，那第2个就是要查对2方是不是都有我国的国籍。 好，那第3个呢，会查对这个收件人现在是不是居住在国外。经济部强调，无论是寄的人或者是收的人，拢要有咱国的国籍。寄的人2个月上最寄30片，收人也同款，2个月上最收30片。申请喙罨寄送许可，看做是报关，虽然是简化报关的流程，也毋过海关依然有权利查核。 电工机人扫出喙罨片仔的部分，若是违规，将会依照招数来办。其实海关有一个机器，它可以 X 光可以查到多少条这个鼻梁啦，这个查得到的。对有民众问讲2等亲的范围，经济部也做一张图表，包括囡仔甲伊的配偶、孙甲伊的配偶。 兄弟姊妹甲伊的配偶，拢伫咧许可范围内，个人会当利用网站加手机的 APP 申请。经济部也提供传真或者是临柜的申请服务，互较无方便上网的民众要另外选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昨昏咱国内各加3个武汉肺炎的确定病例，有2个是对境外带病入来的，有1个是本土病例。这个本土病例伊最近无出国，目前互啥话着的也毋知。 国内个新增加3例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包括2例境外移入，甲1个本土病例。累计全台湾有379个人确诊，有5个人死亡。新增加的本土个案是北部32岁女性，伊最近无出国旅游史，主要活动伫厝里，还有4个位的地区。4月初时因为发烧流鼻水的症状去医生看，病医同步采检了后确诊。目前初步掌握接触的人总共21个，也搁伫咧调查感染源的部分。
先生好像以前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广州在上班，那不过1月多就回来了。然后个案大概2月多，有2月9号，好像去东南亚去旅游，不过2月9号就回来了。另外，真正确诊的第364例，也就是头一个公立幼儿园的个案，密切接触者有100多个人当中，有9个人出现症状，有3个人也搁伫咧检验。有9位有症状，那其中6人阴性，3人检验中。那总共是有2个老师是阴性，1个老师还在检验当中。那另外4个同学阴性，2个还在检验当中。另外，1月份拄武汉回国，知影家己发烧，佮走去金巴利舞厅跳舞的台上，1月23带入去负压隔离病房较诊，真侪个采检拢也阁是阳性，大于超过2个月，也是无法度解除隔离来出院。长期在医院里面，但是检验病毒量还是阳性的话，那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是这个他自己本身疾病的问题啦，有些是可能有免疫上的疾病。若是华航 CI011 3月30日美国纽约转来台湾的班机，飞行机面顶已经有10个人确诊。指挥中心表示，目前这个航班的机组员甲其他旅客326个人是采取居家隔离措施，等待2礼拜了后隔离期满，会对这个班机全部的人来进行采检。记者综合报道。了解是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46万例。死亡人数超过8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的病例有8万1000多例，咱台湾昨昏加3例，目前是379例。香港有960例，那日本是4900多例，南韩已经超过1万例。美国目前是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超过42万例。欧洲的意大利超过13万9000例，西班牙是超过14万8000例，德国、法国拢超过11万例，英国有6万1000多例，伊朗是超过6万4000例。来关心美国总统 Trump 昨昏美世界卫生组织 WHO 是偏心中国，动作慢、反应慢，错失防疫时机，考虑无要阁捐钱予 WHO 啊。WHO 的秘书长谭德赛今仔日是呛讲，以前在看，逐工拢有人死去，即马无应该武政治。伊嘛点名咱台湾，怨讲咱台湾过去3个月拢日头甲攻击。Why would I care about being attacked when people are dying? My focus is saving lives. We don't do politics in WHO. 公布在批评，按过 WHO 秘书长谭德赛一开嘴就讲美中卖对立、爱合作，佮讲若是无行动，会出现真济真尸体落架。What are we doing? Is this not enough? It's more than enough.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if we don't rush to ensure the unity. 谭德赛背回成为美国总统川普公开批评 WHO 瓦向中国，要等美国对 WHO 的监管，伊强调全球超过6万人死亡，即马不应该互相指控。按个说是激动的美台湾，过去3个月对做连线攻击。We need to be honest. I will be straight today. From Taiwan. And Taiwan, the foreign ministry also, they know the campaign. They didn't dissociate themselves. They even started criticizing me in the middle of all that insult and slur. 台湾驻澳门代表被回讲这是乱讲的，中国这辈支持 WHO 批评美国停止关注会有消极影响。中方将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工作，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抗疫合作中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川普的批评 WHO 目前为疫情拖到美国，伫当地变数强要失控状况。目前全美国已有超过42万人确诊，14000多人死亡。纽州累计14万9000多例，比全球第2严重的西班牙更较细。不过纽州长古莫讲，社交距离有效，新增加的病例有较少的趋势。不过歹消息是，一天死亡更创下新高。The bad news isn't just bad. The bad news is actually terrible. Highest single-day death toll yet, 779 people.
目前纽州累计死亡人数6000多人，已经是9亿强攻罹难者2倍。市长白思豪指出，真侪人可能送病进前就死啊，死亡人数恐惊是更较多。那英国首相强森，英国车辆转到加护病房了后，病情改善，目前会当坐伫眠床。不过英国疫情说是无变好的趋势，各加5000多人感染，累计600多人确诊，一天死亡人数增加938人，创下新高。目前已超过7000人死亡。法国累计确诊人数才超过110,000多人死亡。公布初8嘛发声明证实，部署伫大西洋嘛是法国伊的协助动力。航空母舰戴高乐号船顶有40个官兵，出现可能真相会提早回来。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苹果日报》。全台湾上大的影片盗版网站红林网，互警方抄起。警方抓到2个台的毕业生，自2014年起，这个网站就甲各国的电影、电视剧、戏剧拢放伫顶头，互人看免钱的。侵权的金额有10亿这么多。检方侦办了后，2个人互以50万到30万交保。来看《自由时报》，咱国内昨昏加3个确定病例，其中有1个是本土病例，患者是30多岁的女性，伊伫清明连假无出门去佚佗，监察员也伫调查。昨暗时传出讲，这个那亲像是台北某一间的有名的酒店的女公关，也毋过指挥中心坚持无要讲患者食什么款头路。来看《联合报》。劳动节有3天的连续假期，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会针对夜市、菜市、商圈等较大人丁较侪所在，用总量管制方式来做防疫。这2天就会公布办法。另外，国家风景区、游乐园入场的人数嘛会做管制，会减一半。受疫情影响，劳动部公布上新得休无薪假的人数有370间企业，8739个劳工，这是创下8年来新高。行政院昨昏嘛公布减税方案，纳税有困难的企业，无限金额，拢会当慢一档来纳税，也是批做3年纳税。武汉肺炎的疫情冲击着经济，行政院初8举办记者会，说明税务协助的措施。财政部宣布，国优惠公用土地带头降租2成的第2刀，针对企业希望讲甲营业所得税，由20%调升去17%。行政院嘛回应讲，即马修法是袂符期。公用不动产承租户将近187000户左右。那么我们呢对它呢减收租金2成。税的话，你修改法令的话，最快适用也要到明年才可以适用。主动降租2成，希望可以起一个带头作用。税务方面，有领政府防疫津贴补助的会当免税，员工签防疫隔离假，雇主的会当享受抵税优待，费用加倍扣掉。嘛针对受到疫情影响的营业车辆、饭店、娱乐业进行补贴。津贴免税面顶，纳税有困难的企业无限制营业税金额，上长会当完1年，也是分期上长3年。而且退税部分嘛会当提早到6月底进行。退税金额大概在445亿左右就是希望能够民众能够及早拿到这个退税款，那么作为这个生活支出之用另外，疫情造成消费减少，经济部规划库碰券来救经济，扣外界质疑讲无好用。不过，经济部强调讲，库碰券会当引起4倍消费效果，会当透过行动载具或者是网络消费平台来分，预算超是111亿。如果发库碰的话，那因为有25% 的折扣，因为特别领1000块，也开4000块，所以诱发的消费有4倍。新明典强调，讲民众爱先消费，才会当领到25%的优待。方案已经提报给行政院来核定，因为疫情的变化真紧，佮加上连假造成疫情紧张，会等待疫情较稳定了后，赶紧来启动。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清明连假有一寡景点、有一寡所在，真侪民众去行打，惊讲会真做防疫空棚。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接落来5月劳动节的连续假期会做人数的管制，亲像是游乐园就会限制人数减一半。清明连假，花莲海洋公园有真侪观光客来，为着要有关防疫的战绩，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会关注未来连续假期入园的游客。以全台湾13个国家公园举例，会用停车场的停车数量来控管，车位停满一半就无搁开放入场停车。全台湾25个游乐园区，设来人数降到一半。总体停车场的50%作为这个人流流量的一个安全机制，然后安全值呢在已经达到50%了，也就是25% 的时候，他们会陆续去提出警讯。
那包括在道路的系统提供这个用路人知道。指挥中心表示，因为每一个园区无同的特性，也搁爱讨论未来定定警告、行动管制3种措施。风景区超过一定的量，得发警告信息通知民众唔通搁去。还没有前往，不要前往。前往中呢，可能要考虑不要去，因为当那个地方已经到达一定的程度了，那行动点就开始要去做一些分流了。那管制点可能就是部分的景点、部分的风景区、部分的商圈或者夜市，就要开始管制进来的一个人潮。针对这个代志，游乐园区业者表示，已经正在讨论应变措施。原本表演所在会予游客离较远的，而且会延较侪场，嘛因为卖票的管道真济，若是东港来的人收济，会看状况叫游客另抓再来。如果整个游客入园的数量已经接近了80%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开始做一些人数的调整。那如果已经接近到90%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跟客人说，那可能希望客人在下一个连假或下一个游玩的日期再来。反正就是应该管制啊，因为现在不是都推那个嘛，社交1.5距离，所以尽量人不要太多比较好。为着后一波连假的防疫，真侪风景区嘛自主管理。以阳明山国家公园举例，即马开始入去游客中心，拢爱要求磅体温，还有规个过程拢爱挂喙罨。另外，就算讲是伫咧室外国家公园景点，像讲过去游客上侪花景区，嘛会伫咧现场宣导旅客爱保持1.5公尺的社交距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吹东北风，北部、东半部、中南部的山区有地暂雨，那其他的所在是多云甲好天。咱来看云图，明仔载东北季风才会减弱，只有东半部、北部山区会落雨，那其他的所在明仔载拢好天。这款好天会一直继续到拜六，拜六下晡了后，风面会到位，到时除了北部、南部的平地以外，其他的所在拢会开始落雨。那温度的方面，今日北部、东部日时高温大概是24度、25度左右，中南部大约有26度到29度。那各地早暗是较凉的，透早低温大约是17度到19度。明仔载后日各地会搁较温暖淡薄啊。明仔载北部高温可能有29度，不过礼拜日大陆冷气团会到位，咱全台湾会变寒，所以乡亲这厚衫甲棉被先莫收。来关心过去体检武汉肺炎，要等4、5点钟才知影结果。那即阵咱国家已经开发出快速体检的试剂，速度甲体检流感平紧，上紧15分钟就知结果。甲鼻孔内面出在检体放入去试剂内面，15分钟了，若是2条线同时出现，代表新型冠状病毒是阳性反应，患者较可能感染武汉肺炎。这是国卫院甲国防医学院合作，以SARS抗体研发出会当检测武汉肺炎的快筛试剂，而且对其他类型的人类冠状病毒、A 型流感病毒、B 型流感病毒等呼吸道相关的疾病，拢未有交叉反应。准确率甲流感快筛试剂差不多7-8成。如果是发现了是新冠的这个肺炎的这个病毒的话，它这个病毒的蛋白就会被这个抗体抓住，它就会呢产生了这个所谓的阳性的反应。那国卫院伫咧做快筛试剂开发，由民间企业由科技部辅导，3个月初就成功完成新型冠状病毒的血清检测碟片，检测时间更加缩短到12分钟，就算是无症状的感染者也当体检出来。目前伫丹麦边临床验证，准确率是到9成。无症状患者一般不会去就医嘛，然后他就没有什么病症，然后他就到处跑。那这个其实因为只要你感染过，你就会有抗体在身上，就会所谓的 IgM 或 IgG 在身上。那只要有测到 IgM 或甚至 IgG， 就表示这个人曾经感染过。科技部讲，民间企业已经向食药署申请临床试验，若顺利，上紧伫咧6个会当量产，伫台湾上市。要若是国卫院的快筛试剂，初步举行非专属授权技术说明会，已经有22间厂商报名，希望量早有厂商接手做开发工作。记者综合报道。3月底，美国纽约飞转来咱台湾的班机 CI-011，目前飞行机顶已经有10个人防卫着。指挥中心正是按算要对全飞行机300多人拢总做采检。华航是强调讲，因全拢有照起工做好各项的防疫措施。所有旅客要坐飞行机进前嘛，拢有磅过体温，是无人发烧，所以大家唔通叽叽嘟嘟讲一寡有诶无诶。
3月30对美国纽约飞到台湾的华航 CI-011班机向公司上岛航班，目前已有10位乘客确定感染武汉肺炎。指挥中心会对全机300多人做采检，另外嘛公布班机的座位图，10位确诊者坐所在则集中伫40排到60排，是毋是群组感染，受到外界关心。不过指挥中心表示，应该拢是境外感染。这些从纽约回来的，可能大多数他们在当地就有感染啦，在飞机上当然也有可能被感染，那但是几率上面，我觉得还是以在当地感染的几率会比较高。这架飞行机顶头有这么侪确诊者，这个班机的一个空服人员真烦恼。伊受访的时讲到有暂停挂喙安，过无其他的防护装备。佮因为当初的关系，伊嘛甲确诊者上同一个变数。若武汉肺炎则经过喙烂甲接触传染，伫飞行机顶头都算甲确诊者坐所在差真远。过只要是人的手会当吸到所在，包括变数、座位手背，拢可能会有病毒。我们飞机这种地方，它发生传染的时机可能并不是单纯的飞沫传染，它也有可能发生接触传染。接触传染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距离的限制。另外，有医生讲，机舱内上清气的空气是咧头前，不离个台大小儿感染部主任黄立明指出，飞行机有定定咧换外口的空气，武汉肺炎嘛不是经过空气传染，保持手的清气才是机顶防疫上重要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美国按算伫咧今年要选总统，民主党内的初选也在进行，要派些人甲现任的总统川普来对下拼大位，即马人选已经确定啊。因为民主党内的参议员桑德斯今日宣布讲，伊要退出初选。And the path toward victory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So while we are winning the ideological battle, and while we are winning the support of so many young people and working peopl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 have concluded that this battle for the Democratic nomination will not be successful. And so today, I am announcing the suspension of my campaign. 桑德斯发表退选的讲话，伊感谢支持者的支持。伊嘛讲，伊要替美国做代志，这个初心是袂停嘛，袂改变，会继续做。伊嘛讲，伊会尽全力来协助伊对手前副总统拜登来打败川普，拍赢这个选战。桑德斯退选就代表讲，拜登确定会争做民主党总统提名人，会伫今年11月份甲川普拼输赢。咱镜头来日本东京的武汉肺炎确定病例，即马继续咧增加，昨昏各加144个人感染。嘛，因为日本政府已经宣布讲，7个感染人数较侪大城市要进入紧急状态，所以东京街仔路即马人减要7成零零清清。日本初七对7个地区，包括东京、大阪，宣布进入緊急狀態。和東京車被再起嘅路上班人潮至少減一半。会わずに済む方法を考えなきゃいけ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ます。そのテレワークだったり、あとはスカイプだったり、あとはズームでしたり、いろいろ対面直接会わず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取る方法って。因为未来一个月，这7个城市拢严格要求居民尽量卖外出踮伫厝隔离。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出现了逃离东京的风潮，真侪东京居民走回去故乡，煞甲病毒传染予家己的父母，也是阿公阿嬷的状况。真侪民众就支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首办宣布紧急状态。对此，伊接受日本媒体访问，解说为着赶紧会当有效果，政府伫宣布进前一直咧做甲各界协调的工作，包括病情较轻的患者新的隔离场所，才会准备进入紧急状态的工作，才互外界5界的公布上班。未来一个月嘛，毋忙进入紧急状态的城市居民，甲其他的人接触的数量会当减少7成到8成，才会当控制疫情。しっかりとこのクラスターを追える状況にな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して、で増えていく感染者数について専門家の皆様がこの数であればいわばクラスターをしっかりと核を押し潰し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る、コントロールし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判断をされる。その判断の中において専門家の皆様がもう大丈夫と言っていただければ我々は解除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为了全面防疫，即马真侪日本人上街仔路坐车拢会挂喙暗，列车嘛会甲窗仔抛开，保持空气流通。各有艺人披口塔罗改写 PPAP 这条歌，强调洗手防疫。I have a hand, I have a soap. W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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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h.
保证当家部分的业者，包括保龄球、音乐教师，还有暗时开店店家，直接暂停开店1个月，好暗时的当家是真冷清。兼个有冤有无伫个限制名单内底城市，也是发生团体做伙食饭，互公司要求隔离的状况。像京都大学医学部附设病院，有包括医生、实习医生、甲职员，拢总95个人，伫3月底做伙食饭真济届，即马全部的人拢向病院要求爱伫个厝隔离。记者陈翔报道。虽讲中国近讲因的疫情有较冻点，啊，毋过香港这边疫情也搁在拖，限制聚会的命令是搁要延长14天，而且对初十开始做头毛的头毛店，也搁做美容的、做猎人的这店头拢袂使做生意啊，爱关14天。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甲一寡主要的官员，未来一档嘛讲要减薪水，要减1成。為咗表示我哋願意，亦都係需要同市民共度時間。我本人同埋各位主要官員，包括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同埋13位局長，以及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喺未來12個月會減薪1成。原本新的財政年度對家嘅加薪12萬港幣是開向態度嘅香港特首，昨暗宣布因為疫情要甲民眾徛做伙，甲主要官員減薪1成，為期1年。另外，嘛公布第6輪的抗疫基金計劃，會針對保障就業、行業援助、寬減租金進行補助，金額有港幣1375億。其中薪資補貼相當半年，詳細是薪水一半，或者每個月港幣9000塊。另外，港鐵對7月初開始減票價2成，或者是月票每個月減100塊港幣，為期半年。香港疫情繼續在拖，港府正進行嚴格限聚令，嘛下令美術館、卡拉 OK 甲夜總會在場所暫停營業，毋過敢若是看無效果。港府初八除了宣布限聚令要延長14天到4月23，對初十開始美容美髮甲獵人嘛要關14天。我哋咧都係為咗係減少人群嘅聚集啦，同埋咧喺一啲比較高風險嘅地方咧。港府表示，這2禮拜確診者本土感染的比例是增加真多，規定所限聚令是希望民眾家己控制，政府會嚴格執管。香港初八增加25例確診，總確診人數破950例。初一開始，政府強制要求所有的機場到香港無病症的人，愛坐專車到亞洲國際博覽會臨時採集中心檢測新冠病毒，再進行居家強制檢疫。記者綜合報道。根據統計，因為武漢肺炎死亡的人老大人較濟。啊，毋過伫意大利有一個食到103歲的老大人，伊患着武漢肺炎，啊，毋過即馬已經成功醫治好勢。今年103歲薩努西拄感染新型冠狀病毒了後，才恢復健康。伊是咧頂個月出現症頭。È stata letto una settimana, l'abbiamo idratata perché non si alimentava e poi pensavamo che non si riprendesse perché è ripreso a fare tutto quello che faceva prima, si è rialzata. A uscire fuori da questo brutto virus. Il coraggio, la forza, la fede. 因為新冠病毒傳染性真懸，佇咧病院的患者必須家己來面對治療，厝內的人無法度來看。意大利一間病院醫療人員接受各界關內病板，互患者會當佇咧病床面頂甲厝內的人視訊。有一寡患者為着要看厝內的人講幾句話，互批准會當甲送訴起落來。視訊結束了，愛隨掛轉去，雖講時間真短，毋過得到更較濟勇氣，會當繼續接受治療。89歲卡斯塔漢森住佇德國，逐工攏會騎腳踏車來邊境，甲丹麥來的今年85歲拉斯姆森，佇咧早暖的2朋友會2點鐘，因為2年前熟悉，了後相意外，原本攏佇咧兩國邊界附近鄰家比食飯，疫情的關係，互兩邊的邊界封起來，啊，毋過煞無法度做到2個人想要做伙的心情。Küsschen ist nicht, vom Armut auch nicht, aber sie ist da. Sie tut alles. Schenkt mir ja Blumen und Rotwein und er hat ja jeden Tag was mit. Hast du heute auch was mit? Nee, heute habe ich noch nicht, weil ich mich zugestellt habe. Das erste Mal, wo ich nicht mit. 美國的航空業因為疫情大量取消航班，啊，毋過這個華盛頓飛波士頓的班機是真無共款。And we have Cheryl as our passenger. Living it up in first class, my mama. Get it? Yes. Everybody shout out to Cheryl. 雪梨的关飞轮机要登去看病情已經真危險的媽媽，針對最後一屆甲媽媽見面是感覺真不安，想要交就飛輪機了，敢若伊一個乘客，啊，毋過機組員佇這款的狀況之下做工課也是真負責任。雪梨兒最後順利見到媽媽的最後一面，
妈妈嘛伫过长工过身，雪莉儿倒来时阵，回联机面顶也是共款，敢若伊一个乘客。记者综合报道。病毒的话，无分大人囡仔，嘛无分好野善食。毋过好野人甲善食人，医疗资源是天差地地。有钱人有钱医，毋过善食人就无一定有才调。而且一寡政府宣布封城，也是封锁国家了后，有钱人在过日子是无啥差，毋过善食人日子是过甲艰苦一寡。因为收入虽乌有，无钱阁爱顾不到，互弱势人阁较弱势。新型冠状病毒继续伫拉丁美洲这片全世界好野甲善食差上济所在摊开，真济国家的头一个拢是好野人去欧美国家了后摊入去的，因大部分拢受到真好的治疗好起来，但是上歹结果却是短暂的善食人咧承受。巴西里约州头一个新冠病毒的死亡病例是一个63岁妇人人冈萨维兹，伊伫高级社区做好野人的使用人，但是头家无甲讲，家己对意大利转来当地隔离，伊照常去做工课了后染病过身。南美真济国家的善食社区内底，真济妇人人拢是做使用人为生，就算讲即马有疫情，伊嘛无法度选择。疫情大流行，伫拉丁美洲因为社会阶级有明显的差异。秘鲁首都利马，蔡总统纳迪亚带8岁后生住伫好野社区内底，15天的隔离令对因无啥影响。但是附近山顶的贫民区，86岁德拉克鲁兹一家伙仔隔离开始就无水嘛无电。虽然政府宣布要补贴贫民户，但是德拉克鲁兹领袂到，因为银行认定无够善。另外，伫委内瑞拉已经有经济危机真侪年，佮受到疫情的打击，出现更较严重的社会危机。若是阿根廷，全国35%的民众变更较善，紧急需要粮食救助的增加到1,000万人。食袂饱，营养失调，会钱钱的贫民区均住几落万人，佮无清气的用水，互善食人佮较高感染新冠病毒。The virus will spread, and it will take a toll on health systems around Latin America, and that's why I'm particularly worried because the reality is that the public health infrastructure across Latin America is not well equipped to deal with this kind of global pandemic. 新冠病毒的疫情有可能对善食国家佮受到富裕地区，爱救助这寡贫困的战乱国家，才会当共同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来看中国武汉肺炎的源头，中国的武汉昨昏该度封锁啊，机场、公路、铁路拢恢复正常。头一天就大约有55000人坐火车离开武汉。车尾透早武汉解除通道管控，车牌甲长路路要通过武汉高速公路收费站，饲喇叭是要赶紧离开，好亲像要将过76天的情绪斗阵扫过去。真侪人伫第一时间赶要离开武汉，都是烦恼政策若是临时改变，就袂当离开咯。机场也有真侪旅客，人人拢挂喙暗，个别少人全身保安安，风雨做甲真认真，大家拢想要赶紧离开武汉。头一次出门，然后现在是去找父母。回家。对。我想你吗？你肯定想啊！你不要再说了，再说哭了。因为也比较意外，就没想过会在这儿待那么久。又激动又忐忑，反正就是蛮纠结的，还是有那种感觉，因为担心孩子又小，毕竟还是要在那个飞机内密封空间里边，还是要待个3个小时左右。武汉中心甲外界来往，并是所有人拢用离开，爱有健康认证绿码才能自由出入。不过这也无代表疫情已经稳定。机场服务人员连设3道关卡，确保坐飞机的人无发烧。对旅客测温，我们执行3道测温，一个是在大家可以看到的航站楼出入口要进行1次测温，然后呢会在这个我们的安检的通道口还要进行1次测温，然后在机舱口由这个再进行1次测温，来确保旅客这个的体温的正常。机场、公路、铁路恢复正常。伫武汉解封的第一天，有5.5万多名旅客坐火车离开。这天广州、深圳这地区是要求这人必须提供核酸检测结果，显示各地对为武汉内民众健康状况有疑虑。根据中方官方数字显示，为疫情1月爆发以来，武汉总共死亡2572人，封城76天，武汉死亡2549人。不过当地北京、殡仪馆
第12天发4.8万个金豆翁啊，数字差真大。到底有偌济人去为着死亡，好亲像正做一个谜？记者综合报道。那武汉伫封城这段时间，当地人是安那过日子的？有一个美国的少年家，因为伊的女朋友的关系，伊决定要留伫武汉，嘛度过这11礼拜封城的日子。所以伊讲，伊了解武汉人红起起嘟嘟是啥物款的感受，所以伊讲，伊即马嘛有法度去了解华人伫美国红起死是啥物感觉。伫厝内真过狗啊，恰比已经等爸父要出门啊。对加州来主人佩瑞兹嘛，甲女朋友斗阵出门行行的。佩瑞兹迄当时为着爱情，无选择离开武汉。封城11礼拜时间，两个人逐工做伙，定定冤家，啊，毋过感情嘛变更较好。And also, I'd say, you have all this time with your family. Appreciate it because at some point we'll all be back in the office. You really need to have a really good division of labor at home. Like who's going to do the chores? Like we have a dog, so who is gonna walk the dog, right? Do the dishes. No, not you all the time. 加油，武汉！伫封城这段期间，连旧日过年嘛无都好好过。年初3这天，两个人家人抱狗仔伫露台看人放烟火。佩瑞兹过年就到过生日是伫厝诶庆祝，啊那狗仔长期拢伫室内嘛变加是干那破病。Because he was getting really destructive. Like he destroyed my phone, he knocked over my laptop, cups. He's destroyed so many things. So just again, play with him as much as you can. And now that they've lifted in large part lifted the quarantine, now I'll take the dog for a run, and that's the best thing. 佩瑞兹讲，伫封城期间，若是到附近带狗仔散步回来，一定替狗仔洗身躯消毒。啊，两个人到达出门嘛一定会挂水安。另外一个真正的体验，是因为伊是外国人，定感受到背后有人伫讲音乐会，向看作是带源者，已经了解华人伫美国向歧视的感受。希望伊的同胞嘛会当体会，摆脱种错误的心态。啊，若未来1年，伊会留伫武汉做英文老师，嘛毋望各界莫阁将武汉点名做记号。记者综合报道。即阵中国的武汉已经解除封锁啊！若留伫武汉的咱台湾人，因敢有法度转来？敢有包机会使甲因再转来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甲咱政府正式表示讲，即马爱阁等待两岸做讨论。摕到伊读国3的各个的课本，留伫武汉的台湾小朋友向政府发话，因表达想要倒来厝里的心声。因为我哥哥快要高考了，可是我们还在湖北，高考来不及，我们好想回去，我们好想回家。再求求你快点派飞机来接我，好不好？这巴肚内底一台真大台的飞轮机飞向台湾，佮亲像因上厝的心情。虽然封城76天的武汉伫初8返点解封，但是对留伫当地的台湾人来讲，因为佮有注意管制，无法度家己倒来台湾。因必须等待后一波的包机，毋过这包机的前提需要两方协商的共识。中国官方媒体佮引述乌北台办的讲法，伫通道管控解除了后，希望民进党政府尊重台湾人要转去台湾的需要。指挥中心认为，因为武汉佮拄啊解封，我方需要佮充分了解当地的情形。在武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有注记的情况下，那事实上现在仍然是管制的，所以这会有登机管制的问题。那至于在武汉是要类包机或是包机，或者类包机或者是包机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事实上我们需要再稍微观察一下。它是一个发源地，我想换作任何一个做决策的人，一定对这样的一个发源地一定持予高度的警戒。所以对它是比较严格，可对中国并没有。政府仍需密切观察武汉解除封城的相关情况，并在以往执行滞留湖北民众接访任务的经验上，持续与陆方沟通，来进行后续接访安排。但是中指出，对病毒发源地武汉确实有较严格，但是对规个中国并无如此。经过进前3架次的包机，甲2架次为上海动的定期航班，已经有975个人动来台湾。目前向海基会联络要动来的，大约阁有700外个。记者郭灿从之前台北报道。
日本是宣布一寡7个城市进入紧急状态。咱总统蔡英文有伫咧网络写文章，表示讲台湾甲日本会做伙渡过难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嘛表示感谢，强调讲两个国家拢会做伙加油。咱总统蔡英文是表示讲，咱愿意尽家己的力量来协助全世界做防疫。毋过嘛有强调讲，一切拢会以咱国内的需求做大先。而且伊嘛向中国发声，讲专业的议题毋通互政治牵去。因应新冠病毒疫情一直拖，全球真需要抗病毒药物。7月下晡，总统蔡英文到桃园路地参访原料药厂旭富制药公司，对着国际俄罗兰防疫有成果，并且呼吁和台湾加入 WHO， 是毋是伫咧救台湾来反制中国？蔡英文讲，希望尽咱的力量，能让世界所有国家拢听到台湾的声音。尤其是有关人民健康的事务上面能够避免政治的干扰那也不应该让这个政治来凌驾这个专业内地日本宣布紧急状态，蔡英文也讲，台湾甲日本斗阵来克服困难了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7月也表示感谢。安倍发文对这摆台湾真侪朋友的鼓励甲支持表达诚挚的感谢，也讲一定会使拍赢病毒。日本甲台湾斗阵加油。不过对着此案援助外国所引发的争议，蔡英文回应，这是咱有给出来能力，才有法度安尼做。我们是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我们愿意尽一己之力来协助全球这个防疫的工作台湾防疫表现受到世界肯定，政务委员同方在民主联盟基金会直播节目中分享对抗武汉肺炎的台湾模式，包括打击假信息、事实查核，也个利用大数据来制造喙暗地图，让世界见证台湾的所谓实力。也讲到世界卫生组织甲台湾排除在外，也呼吁提醒台湾其实能斗相共的。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学校即马拢使用润这款软体来做线顶的教学。啊，毋过因为这个软体有资讯安全的问题，全互教育部禁止。就代教授出面批评讲，教育部用一张公文，就互老师传1个月课程乌有去，实在不合理。我原来4月11号预约的已经被暂停使用。实行软体润爆发治安的疑虑，教育部公告各级学校爱禁止使用。有教师7月早起登入去系统，原本安定的视讯会议已经暂停使用。我们在现场上看到的是都下架了，台北库克云数位中心它也下架了润，所以可能有一些老师他会马上很错愕。你说润有治安的问题 ，FB 没有吗？Line 没有吗？都有这个问题，但是不是提供大家一个选择权？外国媒体报道，润会把资料送去中国，创办的美国华人袁征已经公开回实地。蔡立民进党立委刘世芳伫咧立院提出质疑，蔡市行政院下令公务机关爱停止使用，连教育界嘛受到影响。台大电机系教授叶秉成伫咧人面册批评讲，一张公文就会当互老师1个月拍拼规个乌有去，而且伫咧台湾真侪代志，若甲政治牵做伙，就无虾米讨论的空间啊。台大嘛有学者认同叶秉成的看法。Zoom 的发明人是就是中国大陆留学生，但是很多年前了，他在美国工作很多年了，而且他前一版的软体呢已经被另外一家公司 Cisco 另外一个大家公司开会的软体就是他的第一期的发明，所以如果你怀疑 Zoom， 那你再怀疑另外一个更大的公司 Cisco。教育部建议用其他的视讯软体来取代，台大学者提醒，无论国籍，只要是网络软体，都有治安的疑虑。面对每一个无同的品牌，拢爱有警觉接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即马咱桃园机场高级的旅客已经无到1000人，这是创下启用41档来新低。有立委就建议讲，敢要考虑关一个航厦。交通部讲，因会去做评估。那桃机公司是表示讲，会先来大型修理跑道。若是讲真正有关航厦，劳工恐惊会无透露。机场的航班表规排拢很是取消，受到武汉肺炎的疫情影响，同机场一天的旅客较无1000人，创下启用41年来上少纪录。机场的商店嘛受到影响，免税店无啥生意。有立委建议比较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关一个航厦。机场商店员工就讲，疫情爆发的这段期间，人客减少真多，每日班嘛减少1半以上。员工甚至烦恼，恐惊会失去头路。可是我是属于2行，他没有选择是
关1行是2行，是不是？对。那我们就可能会失业，因为这是大环境的问题，不是我们对，所以就是你担心也没有用。土地公司表示，有开会讨论有方案，按个要确定，无精神征收跑道甲仪体设备。交通部嘛回应，要考虑已经结束时间，甲关其中一个航厦了后，航空公司的航线要安怎安排？业者嘛反映，目前该当轮流开店，减少营运损失，希望政府会当早3天渡过难关。如果是政府关闭，那我们作为这个合约跟机长签约，我们会去跟政府要求要补贴。那我们也会照顾我们的协力厂商，我们需要补贴他人员的安置啊，这些营业的损失，这个都要赔偿。业者嘛表示，已经向经济部争取，希望认定机场的商业服务，嘛是旅行旅游业者来做薪资补助的纾困对象，争取生存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其他消息来关心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联署第2阶段已经通过啊，即马要进入第3阶段的罢免投票。不过韩国瑜这边总是派律师去申请行政诉讼，讲要申请停止执行。这是互罢免韩国瑜的团体口说讲，第2阶段拢已经通过啊，即马是咧讲第1阶段无合法，敢袂伤含糊。高雄市长韩国瑜委任律师叶庆元甲前高雄市新闻局长王千秋做伙去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对伫要举办的罢免投票提出行政诉讼，要求因停止执行活动。权办法75条明定，文字写得这么清楚，就是在1年之前不得罢免。那么人家都没办法好好工作做事情，违法乱纪在先。所以中选会如果主委是由政党所特别派任，是不是有他自己个人的政治目的跟服务的目的？所以没有办法依法行政。那么我们当然希望交由法院来做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除了行政诉讼甲停止执行，韩国瑜方面嘛针对中选会提出行政诉权，但是双方的争议点就伫咧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75条的第1项，就职了1年以来袂当罢免的明文规定。不过罢韩团体针对这个部分是提出反击。任何人对这个罢免的民权的行使、政治上面的权利的行使，只要在他任期的期间，谁都可以提出，这叫做提议嘛。提议没有时间上面的限制。双方对法律条文的解说无共，若是韩国瑜是出现关心基层的防疫工作，面对媒体问到对罢韩的看法，完全无回答，交予新闻局长来回应。新闻局长是提出会申请行政诉讼，是希望避免求原检裁判，甲这个争议的事件交予独立的司法体系来判断。是不是担心罢韩会过关，所以才地状啊？我们是把这样子的一个争议送给公正的司法独立体系以及行政法院体系来做裁决哈。我们只是要找一个公清，避免球员兼裁判行政权单独过度扩张解释的状况发生。韩国瑜阵营甲罢韩团体互相讲对方输袂起，到底6月份罢韩的投票敢要阁会举办？大家看这届行政诉讼是啥物款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中研院的天文物理研究所公布宇宙乌空把物件吞入去的过程，咱赶紧来看。宇宙中间的黑暗窟四周围布出灰金星，这是黑暗窟吸入物件时阵所发射出正悬的气体，也有电浆。这张黑洞喷射的相片是中研院天文所研究团队在去年分析出编号 M87黑洞相片了后上新的发现。研究团队用5个月的时间分析，看到这个影像的时阵，众人都拢真着惊。发现这个天体嘛，会觉得这个我们是做错了，因为我们在其他低频率的观测上都没有看到这样的行为。 We think black hole location probably around here in most region jet is propagating. Jet is elongated this direction. So this is something different. 会当掠到这个有史以来头一张黑洞喷射的相片，幕后功劳者就是这2台天文吊架 SMA 和 ALMA， 因分别设置伫咧格陵兰、智利、夏威夷甲南极。研究团队必须爱克服天气也有时区等等的挑战，才会使共一个时间作业。台湾除了制作2台 SMA 的吊架，也佮负责另外1台设伫咧智利吊架所发出来的波段接收的工课。研究计划预期大概有300多个人。那就是横跨在就是60几个区域国家，然后不同的研究机构，就是都可以提供很多关于就是黑洞
天文学的一些的洞见。中研院天文所的研究团队表示，虽然即阵抑阁唔知影乌洞吞入去的物件是啥物，不过未来会继续观测这个离咱50亿公里这远34279类星体的动静，也望未来会使分析出银河系中心的乌洞野象，增加对天文学的贡献。记者阿敏珍、뉴욕市台北报道。来关心咱台湾歌谣《望春风》的作词人李林秋，伊在生住的厝，昨昏互法院拍卖，以3400多万标出去。1923年在大稻埕所建造的2层楼砖仔厝，是台湾代表歌谣《望春风》作词人李林秋的旧厝。2009年被公告为历史建筑，不过有产权的人有19个人，因为家族第3代发生债务问题，建筑物在车北互法院拍卖。文化物件吼，那毁掉就无去啊！我有传1600万现金，但是今日表示2500万，差太多了。李林秋的细爱后生李修甘今年73岁，无亲身到拍卖现场，而是接到电话等待消息。伊对着老爸这间旧厝是充满感情，伫拍卖之前总了1600万，希望讲有机会用刑事优先购买权。不过这建筑物敢若底价就2502万，最后伊原是互外人标起。结果即马标开价4组人马去买，标到最高价是3420万。对于阮个人来讲，实在是无能为力啦。李林秋的旧厝以3428万拍卖出去。李修甘讲，台北市文化局要优先先买权，所以希望文化局出手斗3工，把旧厝买来。局长这个部分有没有需要承买，然后会上府前报告这个事情。文化局回应会签报予局长也是市长，看是不是同意由台北市政府承买。李林秋的旧厝被拍卖，伊老户后代恐惊已经不是创作基地。敢若村民间传唱的无形歌谣。记者综合报道。来去台南客家湿地生态园区，因为迄个所在较少干扰，即马有超过150种的鸟仔类。根据统计，内底乌面腊杯今年超过550只，是5年来上侪。规定的乌面腊杯撩开过湿地，看起来真壮观。台南客家湿地生态园区，因为人为的干扰真少，鸟仔拢有通食，佮加上有爆花杂风，这个生态有影真丰富。毋但有乌面腊杯，也看到红喙海鸟，也佮有乌白海鸟和白灵丝等等上百种的鸟仔类。园区内底也佮有红树林、水笔啊、沙尾蟹和石贴啊等等。即阵也真做是学校进行生态教育的重要场所。今年客家湿地的黑面琵鹭呢，已经破早期的428只，今年已经达到556只，也是最高峰安尼啦吼。台南客家湿地生态园区，因为伫咧集水溪北边爆花内底的烂地，有买过20公顷的面积，是林务局做休耕的农地正式补助所设的湿地生态园区。这几年加做乌面腊杯过冬休困的所在，客家湿地生态园区也加做是台南地区乌面腊杯第3多的所在。所以这里呢，每年都有记录到好多新的那个鸟类来到这边栖息。总共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记录到150多种的一般鸟类。林务局2礼拜伫进行一摆乌面腊杯的普查，逐年差不多9月份左右，乌面腊杯就会来到台湾过冬，清明节过就会离开。民众若想要看鸟仔，会使来客家骑脚踏车欣赏湿地的生态，搁来遮欣赏，互人记录做国际级保育鸟仔类的乌面腊杯。记者综合报道。南投鱼池乡是兰花故乡，咱全台湾有8成的虎头兰，拢是这个所在种出来的。即阵伫咧迄个所在有一对兄弟啊，因咧种兰花，是拍拼种兰花，希望讲会使甲鱼池乡兰花王国这个名声搁传落去。一束一束粉红色的虎头兰，这种兰花已经包好势，准备要出货。当来故乡南投县鱼池乡种兰花的少年家蒲喜全，伊讲今年花期的绩效真好，不过因为天气无够寒，虎头兰的产量有减5成。这以前都下霜，现在都不会，晚上顶多清晨顶多7度8度而已。
以前都可以到差不多1度。对兰花的蓄积能量啊，跟分化花芽种种原因其实都影响很大。南投县鱼池乡是全台湾生产虎头兰这种兰花上介多的所在，产量占全台湾8成。不过因为这几年天气变化较大，虎头兰需要重新搁再育种，才有法度适应较烧热的天气。蒲世全表示，这差不多就要10年时间培育，即阵搁加上花农高龄化的问题，鱼池乡的乡长刘启环希望政府会使协助少年人种兰花。经过咱这个国发会地方创生辅导渐渐一寡咱的年轻一辈想要回来咱的厝里咱的家乡，咱这少年的回来，咱就哪有活力，哪有这个青春的这个动力鱼池乡公所表示，虎头兰一年会产值差不多5000万，希望未来会使有更较侪人加入培育和财政技术的这个工课，让鱼池乡兰花王国的名声会使通四海。记者综合报道。介乡亲，做伙来关心天气，来看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6度。外岛是14度到2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